正常記，有正常正義。你有冇嗌過燒豬佬啊？有冇啊？喺邊度啊？燒豬佬喺嗰度啊！燒豬佬係啊！想揾完個青年真係畢業法門自派，全鎮應教通勝科番師，溪為赤柱區，街坊會共祝中原赦罪地官，清虛大帝封誕加薪，溪建盂蘭聖會，設共主事者當原主席。陳李佩英，副主席啊胡金海，主任委員就黃合，副主任委員黃宗義、黃傾，劉明佳，企度，喺呢度，係對住啊！陳經雄，基合談男女。陳李佩英、林朱美、曾維基、曾維兵、黎明輝德紅戶、胡金海、黃聯坤、黃合、何玉霞、方兆祥、何金輝啊、黃記、陳文耀、天寶樓、李君亮、曾慧玲啊、伍桂成、中澤第3屆天后慈善基金、陳倉。雅珍藝術、余潤寧、黃浩全、新星餐廳、何金貴、黎慧琪、曾干德、籌明佳、蔡秀珍、高一、陳善儀、黃鶯女、莊方特、侯家輝、吳啟恩、南北過陳冠偉啊、義基、陳何炳熙、蘇心友、黎明、梁麗色、會藝軒、榮豪店、中國星潘太、Smile Shop、赤柱餐廳、鴻福航時公司、好好公司、蔡利昌、江豐盛、清記啊、小華園、金麗公司、錦怡潮生、建寶軍豐、何文軒啊、范歸心啊、盧松珍、陳德章、4日、朱永權、布康中、會所軒啊、林志佳、鍾秀娟、合益、文益、湛輝啊、梁月、心業興啊、盧志榮、赤柱振毅、陳傑賢、頂得住體育、合心窿、杜澤、黃之慈、譚麗芳啊、黎澤、蔡裕心啊、譚真宇、陳國晶、陳志斌啊、陳李永善、麥永珠、吳金明、謝森、吳錦明、羅偉雄、黃鴻泰啊、林澤啊。